揀寶石嘅時候，當然越乾淨越好啦。但係如果發現彩色寶石入面有雜質呢，都唔需要驚訝嘅，因為呢啲所謂嘅雜質喺行內稱之為內含物。正因為有佢哋嘅存在，先至更加凸顯到寶石本身嘅獨特性。今次我哋就專程揾咗 Gibelline Academy 嘅導師 Erosia 為我哋講解一下內含物到底有幾特別啦。唔知你有冇聽過星光藍寶或者星光紅寶？佢哋都係因為裏邊有一啲絲狀嘅內含物，令到佢哋有呢個效果。咁如果冇咗呢啲內含物呢，咁就唔會有嗰個星光效果噶啦。除咗因為觀感而令欣賞價值更高之外，Erosia 亦都提到內含物仲可以幫我哋鑑定到寶石嘅真假同身份添。咁其實寶石嘅內含物呢，我哋話主要有4大嘅重要性。第一就係可以幫我哋鑑定到寶石嘅身份，因為某一啲寶石咧會有佢自己獨特嘅一啲內含物㗎。第二咧就係可以話到俾我哋聽個寶石嘅真偽性，因為如果係一啲合成嘅寶石咧，有機會會有啲氣泡；如果係天然嘅話咧，我哋先至會見到晶體嘅內含物㗎。而第三咧就係產地啦，因為某一啲產地咧係會有佢特定嘅一啲內含物嘅，咁所以從呢樣嘢我哋可以知道寶石嘅產地。而最後一個原因咧就係處理啦，因為寶石經過處理啦，譬如加熱處理之後咧，內含物會產生一啲變化。咁我哋從呢一啲跡象可以知道嗰個寶石到底有冇經過處理。聽完咁多有關內含物嘅介紹，相信你都唔會再話呢啲寶石入面嘅雜質係瑕疵噶啦。但如果揀戴上身，就要視乎你對內含物嘅接受程度有幾高啦。